你好，我係 Christin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6年3月2日至2026年3月6日嘅美國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美國股市而家處於高位震盪同整固階段，三大指數近期波動之下出現明顯分化。科技股，尤其係大型科網龍頭，持續受壓，納指表現相對疲弱，主要受人工智能相關憂慮拖累，資金就有部分流向傳統板塊同道指成分股，令大市呈現板塊輪動，而唔係全面下挫。雖然月線圖顯示有見頂跡象，亦已進入短期下跌浪，但距離主要支持位，例如保力加通道底線已經相當接近，下跌空間相對有限。市場正消化通脹數據回升、美債收益率波動，以及地緣政治局勢，例如美國同伊朗衝突風險帶來嘅多重壓力，短期上落幅度唔算大，方向仍然唔清晰，投資者多數選擇觀望。人工智能熱潮正面對嚴峻考驗，市場對 AI 基建投資回報、泡沫風險同長期可持續性嘅質疑持續升溫。即使英偉達等龍頭公佈歷來最佳季度業績，股價仍然難逃拋售。科技七雄整體走勢轉弱，令納指明顯受拖累。投資者擔心 AI 雖然可以提升行業效率，但同時亦可能帶來就業衝擊同社會負面影響，例如 Block 出現大規模裁員，就凸顯自動化對勞動市場嘅破壞性。所謂 AI 末日論同黑天鵝風險被頻繁提及，令資金避開高估值成長股，轉向其他板塊。雖然部分市場仍然睇好 AI 嘅長期潛力，但短期內泡沫憂慮主導氣氛，科技股估值調整壓力持續。通脹壓力再度升溫，批發價格數據高過預期，增加聯儲局減息路徑嘅不確定性，對高估值科技股同成長股構成額外打擊。市場同時警惕特朗普政策或者地緣衝突，例如針對伊朗嘅行動，可能帶來突發衝擊，一旦爆發戰爭，波動有機會進一步擴大。現時美股仍然消化緊呢啲干擾因素，企業業績期成為焦點。如果數據確認減息前景，或者 AI 投資效益逐步浮現，或有助止跌回升，相反就可能加劇調整。板塊輪動為大市提供一定緩衝，傳統股同價值股相對抗跌，但整體信心仍未完全恢復，短期難以出現強勁反彈。總體嚟講，美股短期好大機會維持高位震盪同拉鋸，科技主導嘅納指容易受 AI 疑慮同通脹因素拖累，而道指同其他板塊就提供相對支撐。2月市場已經出現明顯回落，納指同標普500月內跌幅較大，反映 AI 泡沫擔憂、通脹同地緣風險疊加嘅影響。本週受到通脹數據偏熱同科技股持續調整衝擊，指數低開後反覆增持，但暫時未見恐慌性拋售。投資者宜密切留意業績季細節、聯儲局信號同地緣局勢發展。如果 AI 相關疑慮有所緩解，或者資金輪動加快，大市有機會溫和回升，否則調整風險仍然存在。現時市況可以概括為高位消化風險，有輪動無趨勢 ，AI 憂慮壓過樂觀，屬於典型震盪盤整偏弱格局，需要謹慎應對潛在下行壓力。